主后2022年9月初5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感谢或者咒诅。圣经雅各书第3章，咱来对第1节做伙来读到18节。兄弟姊妹，恁中间毋通有真侪人做教师，因为恁知做教师的人会受较严格的审判。因为咱大家拢常常犯真侪错误，讲话无错误的是完全的人，伊会晓控制家己。咱用马甲姜斗伫马的喙齿，互因驯服，通控制规只马的行动。佮看，船虽然遐大只，互大风吹拍。只有用一支细细的船带，甲伊控制，驶船的人就会当照家己的意思驶。亲像安尼，喙齿是细的器官，还佫会讲大话，佮想看咧，一点火星嘛会互规个树林拢烧去。喙齿是火。伫咱的肢体中，喙齿是声恶的世界，会污染咱规身躯。这个火是对地狱点倒的，会互人规个人生消灭。人会当制服逐种野兽、飞鸟、虫豸甲鱼类，其实嘛已经甲因拢制服啦。毋过，无人会当制服喙齿，喙齿是无人控制会牢的邪恶，充满致命的毒。咱用喙齿学老主咱的爸，嘛用喙齿咒诅照上帝家己的形象所造的人。感谢甲咒诅的话，拢对共一个喙出来。兄弟姊妹，安尼是无应该。对共一个泉源，减会冲出甜的甲苦的水。兄弟姊妹，无花果树减会生柑仔，葡萄树减会生无花果，咸的水源嘛袂出甜的水。恁中间什么人有智慧、有见识？若有，就用谦卑甲智慧。通过家己的好品行表现出来。恁心内若有恶毒、嫉妒甲自私，就毋通夸口讲白贼抵着真理。即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，是属地上、属血气、属魔鬼。因为有嫉妒甲自私，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。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头一项是纯洁，过来是和平、温和、有度量，充满慈悲、熬结、好果子，无骗事、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，用和平也会政治所结的果子。以上，感谢或者咒诅。好将口出言道必实，这是真侪人的真实人生经历。伫华人的文化中，非常看重话语。细汉的时，常常听大人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。一方面是大人伫讲话，无希望囡仔人插喙；另外一方面是惊囡仔人讲出无下体统也是失礼的话。华人对话语的礼仪非常讲究，毋仅伫讲话时要求注意用词，伫文字的使用搁较着斟酌拄好。今仔日，雅各书作者提醒咱爱谨慎喙齿，毋通变做咱用喙齿学老主咱的爸。嘛用喙齿咒诅照上帝
家己的形象所造的人。作者提醒基督徒，要成做表里合一的人，就毋通变成伫圣殿中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离开圣殿却是一个咒诅别人的人。就亲像福音书所讲的，宗教领袖和祭司头，因伫圣殿内带领人献祭、犯悔罪，私底下却密谋要杀害耶稣。安尼社会代志，竟然发生伫宗教领袖身上，这是偌大的讽刺啊！感谢甲咒诅的话，拢对共一个喙出，兄弟姊妹，安尼是无应该。雅各书提醒咱，要做一个感谢上帝的基督徒，绝对毋通做礼拜是一套，礼拜后阁是另外一套。感谢甲咒诅拢对共一支喙出来，是毋对的。咱应该活出感谢上帝的款式，荣耀上帝的圣名。那安尼，着安怎检视感谢者的言语是发自内心的？真实发出感谢的人，的确会显露出生命的见证。雅各书作者指出，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头一项是纯洁，过来是和平、温和、有度量、充满慈悲，阁熬结好果子，无骗事，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，用和平也的种子所结的果子。会发出咒诅的人，无法度结出正义的果子。这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，是属地上、属血气、属魔鬼。因为有怨妒甲自私，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。感谢甲咒诅带来截然无同的两种结果。感谢的人得上帝喜悦，咒诅的人属伫魔鬼。求主帮助咱的喙发出感谢的声，带来纯洁、和平、温和、有度量、充满慈悲的果子，互咱弃绝咒诅的喙，无互魔鬼引诱，无因为情欲和嫉妒带来混乱甲邪恶的行为。愿咱的喙唱出甘甜的水泉，成做众人的帮赞，世间人的祝福，互搁较侪的人因为咱所讲出的话语，得到鼓励、安慰甲造就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将面发出感谢上帝的声，另外一方面搁讲出咒诅人的话语呢？安怎才会成做言行一致的人？我是毋是一方面发出感谢上帝的声，另外一方面搁讲出咒诅人的话语呢？安怎才会成做言行一致的人？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赏赐喙舌，互我会发出感谢的声，让你表达真诚的敬拜、感谢、学乐甲称颂。愿你帮助我，伫言语感谢你，伫行为荣耀你，搁会通造就人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